哎，大姐，神仓方面的事我已经安排好了，货一到就可以运进去了。好，现在就在6号码头，我现在马上出门，组织人装车。 快叫我了你妈！哪里边？快点！快！都差不多了，这是最后一步，快点！哎，张股长。 这批货，拜托你，留点小心。好，事成之后会看。处长，我是邵静然啊，我现在在湖山后面的美秀区仓库里啊，大概离国道向农1公里左右，你赶快带人到。好的，我在这儿等你们啊。有人报告说你这里有人搞走私，我们要检查所有的货物和手续。走私？我看你们是搞错了吧？我们是正当生意。陈股长，我是海关进出口管理处陈婷。 这是我工作证。我想你们是搞错了，这批电子元件是完全经过我们海关检验过的，是开发区急需的一批物资。这是所有的报关材料，请您检阅。怎么样？没有问题吧？ 第一天就这样过去，所有人都在冒险。我真不敢想象明天将要面对什么。明天就是第2天了。我相信在这个城市里，像我一样心里数着天数的人，一定还有很多很多。 然然，今天是探视的日子，跟我去看你哥哥吧。今天我上班，我争取下午去。你那个班就那么重要，连你哥哥都不看？不是，这2天公司里事儿太多，我争取去。爸，要是我没时间的话，您替我多看看哥哥，还要照顾好您自己。
这么说，6号码头的货场你知道？我查过资料，当然知道。我还知道那批电子元件是昨天下午刚刚换上去的。是吗？什么时候知道换货的？钱总昨天让我查以前合作过的需要原油下家的资料，我偶尔发现的。这是你昨天下午查过的资料，和6号码头没有关系。那你可以看存储单嘛，上面有装货和运货的时间，还有就是我们这批走私货的存量，正好是电子元件的运输量啊。好了，阿然，我必须告诉你，昨天晚上在我们刚刚换好货的时候，武警突然突袭码头，十分危险。这一定是公司内部有人透露消息，所以对你的审查是必然的。我懂了。等一下大姐要见你，你好自为之，先不要离开公司。那我先走了。警方的眼线不会预先知道我们换货。我看你跟大姐说一声，我现在查其他人。没那么简单。钱总不要过于重感情了。这小姑娘怎么一点都不紧张，那么从容呢？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呢？来，跟我走，我有事求你。我现在出不去。哎呀，今天到底怎么了？你电话里怪怪的，你为什么把手机给关了呢？我现在没法跟你说，你先回去，晚上再说好吗？是不是公司的事？我连公司都没有了，你还这么认真干什么？不要公司，怎么了？破产了？所有和钱有关系的项目全部停顿。反正我是完了，我和爸爸也反了，肖磊也没个踪迹，我现在只剩下你了，竟然。可能现在连我都没有。菲儿听我说，赶紧回家，剩下的事儿晚上再说。到底怎么了？我真的还有工作，上不去。好，就我没工作，你们都有工作。再见。大姐，大姐，这里是最新的假钞印制技术和发行策略，你搞清楚以后，把它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，我随时用，明白吗？这我懂。今天是第2天了，发行的事情要抓紧。你们可以考虑一下熊叔的建议，陆路行不通，看海路行不行？好吧，我马上布置海路运出去的办法。岛上实验室的仪器，沙老头还满意吧？还行吧。昨天的结果说明你身边的人很危险，处理好了吗？我审查过阿然，但好像不是他。
你这人真是有问题。不过我理解，但是你要记住，调查不能结束。如果他真是官方的人，我们目前还不能动他。人不能动，可是我们可以慢慢利用。好，我会掌握分寸的。那我走。6号码头的货，海关的文件，在法律上好像有问题。什么？哦，那个文件在我办公室，要不然您跟我来一趟。好吧。钱总，我不能总这样在公司待着吧？您不相信我可以辞我，如果您还相信我，那这个时候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办，我得出去。大姐下午4点要见你，你现在去哪儿啊？我要去见见六叔，约好的。好吧，那你小心点儿。你知道，现在不是你一个人，大姐非常关心你。4点钟我们6号码头见，到时候我有话跟你说。